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的12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68节到79节，《马列基书》第3章13到18节，《腓立比书》第1章18节的后壁面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到利益。圣经在讲有加种的加收，这到底是甚物款的意思？也有人认为讲，这种的讲法甲这个民间宗教咧追求这个功德、现世报来讲，较听起来敢同款。好那像上帝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有用功尔尔。基督徒有一寡人拢是为着即时的报赏来做善事，是毋是安尼呢？好那亲像咱伫昨马列基书第3章的经文第10节，伊安尼讲：恁着将即个1/10全数送到伫圣殿，互圣殿内底有丰富的食物。我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试我看卖，恁就会知，会看见我拍开天顶的窗，将逐样的好物丰丰富富来饼互恁。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：试我看卖，恁就会看见我拍开天顶的窗，将逐样的好物丰丰富富饼互恁。好那亲像这就是咧追求迄个即时的报赏。如果是安尼的时阵，基督徒的信仰甲别个宗教阁有甚物无共款呢？首先，咱爱先思考的是马列基书伊的背景。伫马列基书记载的迄个时阵，这个是以色列人，因基本上是离开上帝的真道。因不但无有敬畏上帝，因更加去欺负遐一寡需要帮赞的孤儿、寡妇以及软弱者。搁较毋免讲啥物奉献啦，等等的，因的生活事实上也毋是过了真好。咱会记住，迄个时阵，因是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。马列基书第3章11节，甲咱讲到一个信息，因为以色列人离开背叛上帝，离开上帝，遭受这个咱咧讲的水深火热的生活。圣经讲，我无用阮通拖来毁坏恁的农作物，恁的葡萄树你要结满葡萄。老师有甲咱提醒过，咱读圣经基本上就爱相反去思考，就是因的现状。所以因的现状真简单来讲，就是因的农作物去互虫拖来食去，因的葡萄树无结果子。所以咱若思考看卖因完全无修行的经营的下面，上帝爱以色列人游玩，并借着因的信心来奉献1/10。这不但是信心的考验，搁较是回转向上帝的一个提醒。这是真艰难啦另外呢，这嘛是甲上帝重新建立关系的一个真好的机会。伫这了后，上帝应允伫因的困境的中间来保守因，
互因再度经历上帝的怜悯、看顾以及保守。好，那亲像咱最近所提到的，伫咱的面前的道路，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若毋是选择来跟对上帝、得到上帝的保守的时阵，咱就必须爱家己去面对，家己去承担所选择的后果。马勒基书内底先知提醒以色列人，着爱有正确的选择。事实上，不只是互因的农作物无互虫豸来破坏，也不只是因的葡萄树要来生满园葡萄要生满园，也阁有其他逐项上帝的祝福。可能咱所毋知的，超越咱所想象的。照保罗的角度来看，伊所看重的毋是迄种现世，也是讲世上的美好，或者是讲长命百岁。保罗甲咱讲一个真正确的信仰的基态，也是咱进前的讲着心态。伊讲，可是这有甚物关系呢？毋管因的动机对啊毋对，只要基督受传开，我就欢喜啊！我还阁要继续欢喜，因为保罗的心中上大的人生目标，毋是物质的修行，乃是为着主来活。只要主耶稣基督福音会通讲传，保罗伊就非常欢喜。伊就认为家己已经得到福气，得到稳定，得到利益啊！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活地是为着基督死，搁较有利益。可是如果我活地会通加做一寡有利益的工作，安尼我就袂晓得怎样来选择啊。所以咱会当看见保罗的心态，伊的眼目真正是看重伫主的福音，因此伊感觉真两难，伊愿意为着主来赔性命。伊讲这是好甲无地好诶。但是伊嘛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伊毋望会通为着基督徒继续来活落去。圣经讲，可是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应该来活落去。对伫这点，我深信无犹豫。我知影我也要搁活落去，而且要继续带恁大家做伙。帮助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喜乐。目的是我甲恁搁见面的时阵，恁会通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将搁较用为着我来感觉光荣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保罗家己认为讲，伊已经蒙恩得福啊。已经得到利益啊！咱做伙来用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来研读。着俄罗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伊的百姓，来赎回伊，替咱兴起拯救的角，伫伊的奴仆大卫的家。照伊对世间以来用以圣的先知的嘴所讲的，就是救咱脱离对敌，甲见那怨恨咱的人的手，来行怜悯伫咱的列祖，来纪念伊的圣的约，就是甲咱的祖亚伯拉罕所受的纸。互咱已经脱离这对敌的手，
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用义，无惊吓来服侍伊。圣婴啊，你也要称做至悬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陪伴伊的路，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免就知拯救的恩。为着咱的上帝的怜悯的心，对安尼，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到伫咱，来照遐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，带咱的脚入伫平安的路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愿上帝帮助阮会通看重基督，看重福音，互阮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境况，只要基督的福音会通得到广传，阮就亲像保罗共款的喜乐。愿阮所做的归荣耀互主耶稣基督，荣耀主的名，阿们。